小平，安怎？无闲啊？我跟你讲下一摆啊。喂，你搁来创什么闪啦？你安怎？你无想今日你也粗鲁，你对我讲话咩？我是王英飞无？说安怎袂啊？啊？有哟，你变款了呢？你愈来愈无大无细了呢？哼！我跟你讲哦。我安怎讲哦？食豆沙饼吼，最过你食饭；我啉这个麻油吼，最过啉滚水咧。我你讲话无讲呢？对，他们人叫你吼，平时莫对我较好淡薄啊。我即马是大狗跳墙，狗仔趁样咯。小平，安怎你人买做咧爱做狗咧？做狗个不要紧，怪跳墙。做人好啦，莫做狗啦。大狗跳墙，狗仔趁样，这句话咧，就是讲人做大人的所作所为吼，无论是好是歹，细汉的咧，拢会倒了做哦。所以平时我人做的物件咧，爱甲注意淡薄哦。飞哥，明白无？那个健身甲后尾哈，嘛是一款想的，毋过伊若无讲出来尔咧。啊？你讲健身甲阿伟两，伊本是安尼讲我的。哈是啦。是咩？哦。哟，老师，你若无甲我讲，我真係唔知哦。你若是永远无甲我讲，我永远唔知哦。你冇知你安尼，你就把你甲我讲了，我应该，无理由啦。伊人别安尼讲我啦，我人好朋友啦，好兄弟来咧，乜安尼讲我咧？啊？无理由啦。你哦，咪讲哦，人生一个，人哦讲一个囝，你就生一个囝啦。哎呦，飞哥，我甲你讲哈，生几囝的查某的话哈，拢是有影的。拢是有影的，我唔是无影的。你讲有一就是有影啦。你不是 Astro 的头家咩？我笑，boss，东哥，想啦你，想啦。喂，这款的查某吼，看到头家哦，就先甲去食着地裤走啊，走呢去哦，哼，实在是啊，目睭看开无看见。目睭看开无看见咧，就是讲一款人吼，伊咱的目内咧只有一款有钱的人，和一款大粒人哈，其他个无钱无势的小人物咧，伊拢总放伫目内啦，就是我人讲的大细目。大细目就是看开无看见人，看开无看见人就是大细目。不过咧，无管你看开无看见，还是看左，还是看右，还是看好，还是看歹，第一重要，望无看到家己啊！无看到家己啊，你就免做人。我跟你讲，boss 头家，我是王英。